滿心冥想第3部第6章4之外，喺靈性旅程嘅每一個階段都會有一個關卡。喺呢一個階段，尋求者往往會動搖不定。我哋會諗啦，我喺入邊搞啲咩靈修呢？然之後我哋可能會放棄收集，所以向導必須適時咁穩定尋求者嘅情緒，並且以體驗嚟到穩定我哋嘅動搖。向導至少能夠帶領我哋達到解脫嘅階段。解脫只係一個基本嘅步驟，僅僅係旅程嘅開始。而事實上，向導應該能夠帶領我哋進入開悟嘅階段，甚至更加遠。開悟係遠遠超越咗解脫嘅階段。咁乜嘢係開悟呢？我問到啦，達仔笑啦。好啦，巴布濟曾經講過，如果開悟可以被定義嘅話，咁就唔係開悟啦。無論我哋試住點樣去定義佢，但係都仲有好多好多。簡而言之，我哋可以講，開悟就係認識到內在嘅本我，亦即係我哋存在嘅核心同埋中心。但係我哋存在最深處嘅中心，同埋上天呈現嘅中心，有啲咩區別呢？咁領悟本我同埋領悟上天係咪一樣㗎？我講啦，關於呢一個問題，我哋等一陣嚟睇一睇。達仔講啦，無論乜嘢叫開悟，佢只係向導必備嘅最基本資質。如果唔係，佢又點能夠幫我哋實現開悟呢？喺較低嘅階段，向導嘅幫助必不可少。喺旅程入邊，有時候我哋會面臨冇辦法穿越嘅關卡，就好似原本喺平原上面慢慢咁樣行住路，突然間遇到一條好深嘅河流，咁點算啊？向導就必須帶領我哋跨越呢個河流，之後喺非常高嘅階段，我哋就會變得臣服於神聖嘅意志，以至於唔再渴望進步啦。呢個時候，向導再次出現，就好似袋鼠媽媽將隻袋鼠 BB 保護喺自己嘅育兒袋咁樣，向導會帶住我哋到下一個階段。當我哋最終抵達無限海洋嘅岸邊嘅時候，我哋就會發現向導亦都喺嗰度等緊我哋，教會我哋游水。向導透過慧能傳遞嚟到實現所有嘅一切，佢係慧能嘅守護者。有修為嘅向導所俾出嘅呢一啲微恩典，就得以實現數千次慧能傳遞永遠冇辦法做得到嘅事情。同樣咁，恩典係以神奇嘅方式降臨，人必須體驗過恩典，先至知道乜嘢叫恩典。佢同慧能傳遞又有咩唔同呢？呢一啲事關感受，冇慧能傳遞同埋恩典，滿心練習就冇意義啦。冇向導就冇慧能傳遞，亦就冇人能夠將恩典注入尋求者嘅心入邊啦。正如貨幣必須要由某一種事物作為支撐，靈性練習亦都需要有支持。過去貨幣由黃金支撐，而家唔再有黃金嘅本位制度，但係貨幣仍有其他形式嘅支持。因為冇支持嘅貨幣係毫無價值嘅，呢個就係向導嘅作用。佢就係練習嘅支持，向導係練習嘅保障，係靈性嘅根本位。